唔錯，我最後嘛建議係青葉笨，係啦，最後先嘅辦，而家就讓你送出去啦。半夜班哦，半夜班，我後部分講到咁講，我最後係唔係兩種嘢咧？最後係求那個個性煙，用乜咧？因為哦，佢後生嘅世界做得漂亮，用當沖啊，還有哦，當好嘅理由做得做線上。賣性係啊，還有做啲水冇水到水到爆爆，有冇？最重要係哦，你一件嘢咯，做啲老東叫冇見到嘅親戚朋友啊，叫我雪盤啊，很奇怪哦。最後係先注意做每個。東哥冇看到1-3萬年。咩？因為嗰蛇聲嗰啲不看已經全部都應該動火。咩？東叫冇看到是問問幾個，哎呀，你頭髮怎麼長那麼長？對啊，就是你知道為了見你，所以我等到這個，就是等到白髮還沒到。我以為是假髮。我自家親喜歡的係啲苗栗嘅幫量，因為苗栗家有講到係苗栗較特殊嘅節日啦吼。嗰樣時我韓式嘅時節就接上我聽我自家阿公啊，叫做騎條奧多拜哦，就帶我去停涼。哇！咁所以還有上時就講幾條方面，就停上要停下，還有上時我看到有動到嘅店家，我前面幾條量來保量，保量嘅意思就講我本幾多錢，嗰一隻石頭人就來我嘅屋卡，一下來我嘅禾塘鄉，嗰幾條就拿個自拋嘅有冇，就拿來疊量去幫去炸那個龍啊，嗰幾條就相信講啊，越炸越旺命，有冇行較好安尼，非常嘅神奇。跟住細時就要炸過嘛。其實係當洋自拋嘅。本人渣，本人渣，冇。我咪做阿講，千萬唔好去，因為錢當少。條粉有個新嘅把客家文化節，因為我從細喺嗰個條粉台嘅，呢個條粉嘅新嘅把條擺係判一張禮拜按9，你下當場演一兩日聽條擺。按長嘅時間啦，你會分嘅咩？有動到好事咧、好搞嘅，嘅一面沒有動到嘅表演，還有嘅唔是錢嘅起擺。哦，充電，做乜嘢？老人講，嘅唔是錢嘅起擺，一天我一做就去。哦，我本嘅睇嘅都是槍槍。啊，他總得打爆大轉移哦。做唔得，你拿你用幾多拿塊啊？哦，用什麼？介面正經同學高姐，我感覺我同學高姐主要嘅原因係有兩隻，頭一隻就係有電路拿，第二隻。你喺做乜嘅咪女版係冇？唔係，第二咧就係做啲適當到好食嘅東西。韓國呢，介面係感覺高姐就係有一隻家口，做啲好朋友啊，強下抽電，強下來團圓啊，係強下打嘴鼓啊。韓國其實平常時就會感覺講，你當上網存錢就。哎呦，上網賺錢，你有錢不用到成空哦，叫佢腦難。平常時會唔貪得花暗用嘅錢，唔過那喺高節嘅時候，會想講哦，今日就本自家是較好地位啊，對自家較冇錯，對自家較好地位。一百發槍槍，我錢就冇嘅。冇按法按到啦，冇衝擊啦嗬。喂，嗰時候其實人家個高節啊件事情，其實就從儀式感之外，咩係對生活當面嘅潤滑啦，就每次都講係生活當辛苦。錯。最重要，因為平常時生活全部都窮用。太頻繁了，那我本來啲生活啲都要下多嘅食材，下精彩的，所以過節最重要咩過節，係咯，大家講嘅叫感覺最重要。係，還有因為我哋下大家出去社會嘅嘛，所以當到可能頭擺讀書嘅朋友啊，學嘅朋友當久冇見面咧，咪做得因為過節嘅關係哦，嗰啲做得湊啊，叫下朋友啊，冇成日打電話聯絡一下，因為咁樣咧係最重要一件事情啊。朋友之前頭嗱，我建議下冇乜辦法。因為哦，咩啱婆婆嘅，啱算多事嘅。真係懂錯嘅。你婆婆哎呀，叫他們哎呦換一個髮型。其實你係因為佢係佛養，會變 QQ 嘅。哦，原來係不一樣的。我知道半夜班聽說喺幫嘅就係熱公餅，因為伊唔會好點餅去買熱公餅錯。有可能啊，就白夾那啲啊。我今天今天四季有上到去啲是為去老街啊，賣個台餅啊、熱公餅啊，真勁貴呢，而且平常買比較便宜。哦，因為就冇過節，你看他不知道怎麼接。我來記喺平常時買，你就不用到高節這樣子。我知道佢建議嘅食嘅東西，而且搶嘅時間將會有好生意嘛，就可以排列將會好生意。青嘅版面係用緊眼力啊。你拍攝下嚟講啦，好啦，嗰時候我知道半夜班嘅熱公餅哈，真嘅咧喺半夜班嘅時間食起來上有感覺，像油嘅咩係啊，錯冇？韓國你嗰時候我
7家的半夜班，唔会升嘅公饼，咁样说嘅蛋黄酥。乱蒙酥，嘿，因为嘅时间乱蒙酥，大家就会跟啲拍乱蒙酥嘛，哈。故说呢，蛋黄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中秋节食。哎，可以介绍一下嘉宁的。都得老家人聽啦。做得，嘿嘿嘿。然後咁講到台灣已經係糕餅嘅王國嗬，唔單止係半夜班嘅時節係食嘅亂風酥啊，食嘅糕餅以外，各地嘛有自家嘅糕餅嘅最出名嘅店，嘅匯潤老太少嘅苗栗。我自家先喜歡咩？喺家講到熱糕餅，不過我卡冇老太家冇強樣，我食嘅亂風酥啊，又係講一般的糕餅，你是苗栗菜地嘅肚臍餅，大家有聽過冇？肚臍餅，肚臍餅，跟你苗栗清有名嘅就係一個做3年，它叫做福堂餅行、福堂餅行，佢有100年嘅歷史，大概有些發出都得買來看看啊。買本愛生，買本愛生，買本愛生，買本愛生。那這些人專門剪啊，今日就係清嘅品類啊，飲天天呢，佢拿肚臍餅做得溫到hummus，我做得啦，我買1盒落去溫1集。哎，咁咪做得咯。哎呦，做得啦。啱樣那個是上本已經看過，哎，你一棟特別咯。苗栗長有哦，苗栗。阿志穎最好是那種糭。白埔糭大條麵，白埔糭大條麵。好嘞，點。因為我就係白埔糭學台嘅聲音，我從細到大就係。哦，你食先咩訓練？點咩訓練？一直食十足啦。我從細到大就會食白埔糭，因為我講我白埔糭地位度啊，就當到我好食嘅東西，比如我買個蝦米啊、落霹靂乾啊、韓國有嗰種經典嘅就買個呢3層料，一定要有。像我夾嘅米飯動厲害，因為個白埔糭米飯很用辦，佢用嘅老牛嘅用辦，老牛米，哎用炒哦。東鄉，係其實本人啷到係冇，啷到人叫。不過其實講食材法，我冇食過南埔糭，因為我要談過南埔糭就會濕黏黏，我談到種白埔糭樣嘅啦。佢講到重點咧，南埔糭就會濕黏黏嘅，所以非常香，非常嘅，你有冇講？就是充滿你的嘴香。跟住食足之後嘅啊，全部都有中。你是白埔糭，你是老盤之好嚟啊！好嘞，唔是亂講，唔是亂講。同佢講，南埔糭大條麵。好嘞，都係大家摸兩下攞試一下。行嚟嘅煙菌，來線。係。因為吼南埔糭嘅地背度嘅料咪當澎湃啊，韓國咧，因為南埔糭對我來講哦，我後來睇嚟之後，張學到南埔糭係因為哦，我想到我寫書嘅到各種嘅書嘅嘅福利社地背度要買個粽兒，因為佢係用脆嘅，所以佢拿出嚟就係南埔糭啊，我講啲哦，原來我食嘅咩南埔糭係食係摸菜嘅香椿。唔過唐講健康有一個係綜合粽，哦，佢唔係白埔糭。嘛咩南埔糭，阿魯語來講，嘛講很多綜合粽。大家談嘅字語都嘅講，我爭啲白埔糭地都冇嘅亂黃，係冇嘅鐵條，咩冇鐵條，我阿婆包嘅係像嘅白埔糭唔係圓圓實實嘅，係皺嘅，結果地都含有亂黃。還有鐵條嘅，沒有哈米。請問什麼該是爆買的東西？我家米係白埔米，唔過家料係南埔料。係，大家應該係總鋪嘅。總鋪嘅。總鋪糭。remix。總鋪糭。加一三年。你講總鋪糭，我撈到喺海景第一排。海景第一排有冇青島？消波塊，很多總鋪糭。你家來燒嘅下都日本嘅青葉班。係，像其實我一開始唔知係日本嘅青葉班，係因為我去做嘅插音嘅時間嗬，我就看到當初有一個經驗嗬，當好高嘅按鈕，我上嚟就啲啲順風亭亭，而家就喺日比谷公園，你幾時就帶順風亭亭，就去參加。原來佢係禮拜度嘅青葉班嘅經驗，他有跳那個彭詠舞，其實係祈福嘅一種舞，不是彭詠，版權咯，版權的問題。彭詠舞。勇跳舞的意思，沒可以用一個組。奧多里就是跳舞的意思。有一個樣片啊，本大家看一下，佢就會用下嚟跳嘅祈福嘅舞蹈。因為聽人跳啊。係啊，就咩唔睇，就咩唔會呢嗬。大家都會跳呢，大家都會跳。全部係日本人哦。係，全部係日本人。係，不過亞藝師都未有同到嘅觀光客來參加亞嘅經驗啊。個扇子係從哪回來啊？佢就會發在山內啦。沒50天哦。50天，50
举出老师也不值钱。韩国有的人会做给日本的和服，对，看有的人 samurai 就是做给和服，那之后懂有干够的，嘿，就很像小时候在看那个日本的卡通啊， 1公升的眼泪，马路口，小丸子啊，小丸子，还有啥？开闪功。耶！